的将军区是红菜头的产地之一，将军区农会为了要民众去了解当地生产的红菜头，这几年拢会办烤菜头的体验活动，真个大人拢会带囡仔做伙来。因为我们平常已经去很多公园了，然后小朋友其实对公园已经开始没什么兴趣，就想让他们来体验这种食农教育。除了囡仔算甲真欢喜以外，对大人来讲嘛是真特别的体验。分离采收的过程中，会使更加了解农友的辛苦。小朋友很喜欢吃红萝卜，然后就是刚好有这个体验的机会，带他们来就是体验拔萝卜。因为小时候都会唱一首歌谣叫《拔萝卜》的歌，然后发现其实拔萝卜啊，其实还蛮辛苦的，费了很多的力气。现场搁展示将军区其他的农特产品，像五毛、芦笋等等的伴手礼，同时搁用红菜头做的果汁甲馒头等等的商品，和参加的民众会使一摆就了解所有将军区的特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